Hello，Hannah，可唔可以參觀你嘅工作室啊？梗係可以啦，歡迎嚟到我嘅工作室。咁呢度咧，你就會見到係我哋平時化妝扮靚上堂嘅地方。咁而上面呢一個咧就係我自己工作嘅一個辦公位置啦。你自己最中意工作室邊一個 corner 呢？我諗比較多人會中意咧身後呢一個化妝櫃，因為我哋會將工作室所有嘅化妝品咧收納晒喺呢個櫃入面嘅。其中一樣產品咧我都用咗好多年嘅，就係呢一支，因為成日咧都要化好多唔同嘅人，咁我哋畫嘅眼線咧必須要持久度好高嘅。呢一支眼線咧係我實測過咁多年嚟咧，10個人用，我諗大概9個都唔甩啦，咁所以我都不停回購佢嘅。最近天氣比較乾燥啲，確實護膚品同化妝品都需要轉季嘅。咁呢排咧，我最常用就係呢一款 Shiseido 嘅粉底，因為佢個質感咧好似精華油一樣噶，一拖落去就會好順滑易推啦，同埋佢個妝感出嚟咧係會有奶油肌嗰種光澤感。不過佢都有少少缺點嘅，就係如果假設瑕疵比較多嘅話咧，有機會佢嘅 coverage 就唔算話好高。但係如果你假設係乾性皮膚，唔係太多嘢要遮嘅話咧，佢係一個幾好嘅選擇嚟噶。通常眼圈比較深嘅人士咧，都需要用到 corrector 咧去調一調色之後先可以遮到眼圈嘅。咁比較常用咧，我就會用 KP 呢一盒遮瑕膏啦。咁你會見到我已經用到見晒底噶啦。其實我都回購咗好多次。咁點解我會咁鍾情於用佢呢？因為你會見到佢嘅質感，其實咧都會比較冇咁乾啦，都係方便地去調配到唔同人用嘅顏色咯。如果for化妝新手快速出門，又有啲咩好物推介呢？如果化妝新手好物推介嘅話呢，我覺得Cover Mart呢支 CC Cream 都唔錯噶，因為佢入面咧有50度嘅防曬，而且亦都可以均勻膚色。如果想快速出門，防曬、均勻膚色2合1，一支搞掂晒。